头来乡亲啊，继续来看宪法法庭昨下晡来开庭审理着国会职权修法涉宪案当中的暂时处分，其中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甲大法官尤必祥的互动特别引起着关切，因为因两个人曾经是战友的关系。尤必祥当年是太阳花学运的辩护的律师，即摆双方的角色是大无同。黄国昌讲，经过真侪年了后，有袂少人的立场拢变做执政党的立场。黄国昌嘛来感叹讲，这个主办甲协办的裁判拢是同一国的。所以反质询也不会违反明确性原则啊。这样的陈述，其实在我看起来是以问答问呐。反质询的定义是甚么？宪法的法庭，民众党立委黄国昌加大法官尤必祥一句来一句去。反质询如何可能发生？那如果不可能发生这种反质询的话，干嘛定这个规定？这我就越看越不太懂。好啦，那总统不来，立法院能怎么样？我必须要很惭愧的跟尤大法官报告，总统不来，立法院什么事也不能干。只要回答尔，因为时间剩不偌济，黄国昌只针对国政报告的问题进一步回应，针对反质询的部分，只能事后以书面的方式补充答复。面对这款状况，经过一天，会使感受到黄国昌真无奈。那发问的时间，给我们回答比给我们回答问题的时间还要长，结果最后限制我们回答的时间，然后回答到一半的时候。就被他们制止。正方以及反方相同的时间，跟所谓申请人或者是相对人的人数没有关系。是讲这段交锋特别引起讨论，因为黄国昌甲尤必祥其实也有这段关系。尤必祥甲黄国昌徛做伙，过去因是战友，伫太阳花学运当初佫是由尤必祥来做黄国昌的辩护律师，即马7年过去啊，两个人角色已经无共款啊。唉，怎么说呢？对啊，很多人的立场都变成我们现在执政党的立场。主办、协办相关的裁判都是同一边的人的时候，当然会觉得有一些疲惫。大法官每一个人都非常中立啊，没有倾向在哪一个党派啊。英国战友即马伫法庭上面对面直球对决。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